係啊。Hello，我係薯餅小王子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去睇呢個迷宮飯嘅展。呢個算係我哋呢個 channel 嘅第一個 vlog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訂閱同埋按讚。事不宜遲，Let's go！接下來會以 VO 嘅形式為大家帶嚟一個非常主觀嘅觀後感。最後會有今次探索展嘅盲抽開箱，記得睇到最後啦。我自己係第一次睇呢類二次元相關嘅展，而九井老師嘅作品我都只係睇過迷宮飯成套動畫。如果有講錯啲咩，還望大家喺 comment 區不吝賜教。前半部分係九井亮子老師嘅作品展，分別有《龍的學校在山上》、《龍可愛的7個孩子》、《抽屜裏的生態箱》等作品嘅複製原畫，以及一張又一張嘅大插圖，充分呈現九井老師細膩嘅筆觸以及天馬行空嘅想像力。每一個展品都非常好睇且耐人尋味，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、難以忘懷嘅就係品嚐記號。可愛嘅人物對唔同嘅記號都有對應嘅料理方法，令我諗起符號學類嘅能子同鎖子。正方形嘅符號可以係指麵包啦、牛油啊，甚至係奇幻生物嘅料理，真係唔得唔講翻句萬物皆可吃啊！同時喺九井老師嘅呢啲作品裏面，都可以睇到唔少迷宮飯嘅影子，例如龍嘅要素同奇幻生物料理，為接落嚟後半部分嘅迷宮飯探索展起到承上啟下嘅作用。吃飯就係生存，迷宮飯裏面充滿咗各式各樣嘅食飯場景。呢次展覽可以睇到好多出現喺動畫裏面嘅美食樣本，做得相當精緻，甚至令我產生咗聞到美食香氣嘅幻覺。有趣且有魅力嘅地方在於牆上會貼有食譜。魔物雖然令人掉聲值啊，但聲時處理後嘅魔物食材搭配同現實相似嘅料理手法，簡直令我垂涎三尺。奇幻同現實嘅交織，令九井老師創作出嚟嘅奇幻生物美食真實感大大提升。展區亦有唔少有趣嘅打卡位，當然必不可少嘅仲有九井老師漫畫封面構思嘅插圖。老師為動畫 ED 繪製嘅插圖 ，Trigger 寫嘅動畫人設以及動畫分鏡原稿，真係妙不可言，十分令人滿足啊！どうして体は行きたがるの？心に何を求めてるの？愛が吸い込んだ続きの世界、何度でも会いたいの。血の輪がさ今光が回ること探し物がささやく
信眼淚能令失落的你愛下去，難收的覆水將感情慢慢放開去。如果你太累。